炮台山英皇道165至175號公主大廈地下5、6、7號鋪，建築面積約1720平方尺，門闊約14尺4寸同55尺2寸，樓高約11尺6寸。物業面對炮台山港鐵站，位處炮台山中心位置，距離港鐵炮台山站 A 出口只需2分鐘步程。英皇道為港島主要道路，人流及車流頻繁，鋪位能見度高，廣告效應大，鋪位毗鄰住宅、商廈群及多間酒店，兼備本地及遊客消費力。附近多項重建項目亦正在進行中，落成後將為大型住宅項目，例如有宏安地產英皇道101及新世界地產舊皇都戲院項目，相信未來有助提升周邊物業租值及物業價值。鋪位現租客為上好記清湯腩，鋪內附設來去水及3相電力，另備有洗手間，歡迎聯絡我哋。